各位乡亲，木天含伫年单内，四界静静，只有风吹草的声。年水冰冷，淡淡幽怨，缀伫头壳边。木天要爬起来，一摆、两摆、三摆，拢失败，气力慢慢用尽。木天咬目屎讲主啊，我真想要跟对你，不过我真正爬袂起来，这不是怨叹，是真正的呼救。木天抬头望天，大声喊：主啊，若你无救我，我永远无法度出去。世界幽怨黑暗，木天幽怨无放弃祈祷，因为伊相信上帝一定听见。忽然，传来脚步声，一步一步一步，有人向年段行来。各位乡亲，真正拯救常常开始伫人的呼救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要知影后来安怎？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